課程。跨學科係我哋依幾年探究嘅重點。課程主要透過主題學習，以覺察同解決生活中嘅實際問題作為驅動力，將唔同學科嘅知識、方法同埋技能融合，進行探究性嘅教，以多元方式展示學習成果，並進行多主體多角度嘅評價。接住落嚟，大家將會睇到我哋兩個跨學科主題嘅教學概況。第一個係充滿節日氣氛嘅龍行踏踏，喜迎新年；第二個就係好有藝術氣息嘅青銅器中的對稱美。特別要提一提，龍行踏踏，喜迎新年呢個主題，仲攞咗2023-2024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嘅優異獎添。